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拖。这字拖就有口的意思，像咱讲拖车、拖涂骹；另外嘛有下体的意思，像咱讲牵拖。万个讲是做代志无规矩，一直延前，咱就会当讲一个人做代志真拖。啊，若是忍耐过难关，咱会当讲是拖命，或者是拖老命。这字拖嘛会当讲是一堆一定的单位，像咱讲一大拖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牵拖，万个讲是牵连，就是去连累着别人。第二个词拖平，本来是讲戏剧的剧情一直无特别的变化，或者是讲延伸到演出的时间，落尾嘛会当讲一件代志真熬拖，无啥物发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要死牵拖几粒，这件代志熬拖平，上尾可能含你都牵连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拖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